呢一集會講解2025年 DSE 中學時 MC 第5題。題目問甲往方格1269同1369嘅啟德郵輪碼頭有啲咩區位優勢？郵輪係一個好大嘅船啦，如果佢遇上一個好極端嘅颱風，郵輪通常會提前駛向公海嘅地方，而唔會停泊喺香港嘅避風塘。所以選項1嘅鄰近觀塘避風塘係用唔着，選項1錯。啟德郵輪碼頭嘅作用係俾旅客中轉登船或者離開船嘅。如果地鐵近嘅話就好方便啦。睇返個地圖先，啟德郵輪碼頭喺伊良格道，最近碼頭嘅地鐵站係牛頭角站。不過個地鐵站唔係喺正個郵輪碼頭隔離，乘客需要再轉駁其他陸路交通工具，例如巴士或者小巴先至到啟德郵輪碼頭。因為冇得由地鐵站直達去到啟德郵輪碼頭，所以地鐵站唔係佢嘅區位優勢，選項2錯。剩低嘅選項 Deep Waterfront 水深的近岸點解係啱嘅呢？係因為郵輪一定要喺足夠水深嘅海域先至可以行駛同停泊，而喺啟德郵輪碼頭附近嘅海位等高線都係10米深或以上，所以水深嘅近岸係啟德郵輪碼頭嘅區位優勢。得選項3啱，答案係 boy。想知更多地圖閱讀技巧，記得睇地圖閱讀系列啦。